是舒婉。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科切拉印象制作的主管韩秀凤来和我们分享她持修多节熊灯的经验。韩秀凤小姐从事佛法事业已经有5年，那她会投入佛法事业，或多或少跟护法有关系。秀凤你好。你好。你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认识多节熊灯呢？我在认识多节熊灯之前，本身我是修持金甲一护法。那是在8年前我就开始修持金甲一护法。在那个时候，我本身在工作事业上碰到了一些瓶颈。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好有机会接触到科切拉佛教中心，以及遇见了一位尊贵的上师詹杜古仁波切。那时候科切拉有金甲一护法的法会，每个礼拜我都会很准时的去持修金甲一护法会，参与他们的就是每周的金甲一护法会。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感觉到，由于我上了这个金甲一护法的法会，本身也有在家里修持，感觉上我在事业上的所碰到的一些压力或者不顺利的过程，都慢慢的迎刃而解。所以我本身对护法的信念是蛮坚定的。在2年前，我在继续修持金甲一护法的过程中，我的健康上碰到了一些障碍，所谓的我也相信这个是我本身的业障吧。那时候我就被医生诊断说，就是我患上了第3期的乳癌。那时候我就马上请示尊贵的詹杜古仁波切。他那时候给我的指示是，就是在我继续修持我的金甲一护法的法门的同时，他也指示我修多节熊灯护法的心咒。他说，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除了金甲一护法可以帮到我，多节熊灯护法肯定也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那多节熊灯它是怎么样帮你在这个生病的期间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就是在我生病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是觉得很幸运的，就是不但遇到了就是适合的医生，在整个诊断到治疗到化疗的过程都很顺利。我在短短的8个月里面进行了我的化疗、电疗、手术，以及就是整个疗愈过程就花了整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那在整个治疗期呢，我是觉得我本身凭着对护法的信念，我每天都持诵护法的心咒。那在整个治疗过程，我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副作用，还算蛮顺利，而且我本身比我在患病之前还要健康。那其实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个诊断，然后请示了你的上司之后，其实也是因为有护法让你有一个寄托，然后把你的那个，因为癌症嘛，其实是一个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知道自己有这个病，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去接受。但是从你的例子看来，似乎是就是8个月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就是你很快就能够接受，也很快找到你的医生。所以其实护法在这一方面，它帮助你平稳你的情绪方面，帮助了很多吧？肯定的，因为多节熊灯护法它本身我觉得它的心咒本身的那种能量很强，就是当我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每天我都会以持修金甲一护法心咒来平衡我的内心的一些平静，那我也很可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本身这个病症本身
当我知道我自己患上这个病症的时候，其实不是说那个癌本身的可怕，而是化疗过程的不舒服，是会导致就是人的情绪。人那时候在整个治疗过程的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会给予很多的劝告，就是说哦，你不可以去化疗啊，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啊，你会弄到你越来越辛苦。可是我就凭着对护法以及对我上司的信念，就是去接受这个治疗，而且很有信念的觉得说，反正就是要去面对。很幸运的，我就也不是说很轻松，也没有说很轻松的度过，可是是在一个很平静、很没有痛苦挣扎的状态下去度过这个病痛。对。那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护法都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一些争议。对你来讲，这个争议有什么影响吗？它会让你对护法的信念动摇吗？肯定不会，因为我觉得正义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一些因素。那我自己本身已经深深的体验到金甲一护法及多杰雄灯护法对我的帮助。那护法本身，根据我在网上阅读的一些资讯，金甲一护法它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们都是菩萨。而多杰雄灯护法，它本身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争议是外在的因素所造出来的，对我本身的并没有影响。而且很多高僧大德及大成就者，他们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都有再继续转世回来，他们本身主要的护法也是多杰雄灯护法。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去质疑这个菩萨本身的能量。其实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吧？对，好，谢谢秀凤今天来和我们分享她持修多杰雄灯的一个过程跟经验。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多杰雄灯它给你的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奇迹，但是它却能够制造一个很好的有利的条件，让你去学习佛法，让你获得需要的一些协助，去帮你度过难关。比方说秀凤的情况，她就是经历了一场病痛，在生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恐慌的那种情绪，但是由于有了护法，让她能够平稳她自己的情绪，然后以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所以她是也不要认为说有了护法之后不需要接受任何其他的医学上的治疗。秀凤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医药的治疗很重要，但是如果配合我们灵修上面的话，其实是事半功倍的。好，谢谢你，秀凤。谢谢。